虽然风台走啊，不过这西南风变强，中南部山区当日就大水雨。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，特别要提醒南投县市超大水雨警戒区，那嘉义高雄也要注意大水雨。那讲到东部地区呢，这2天会出现受风。宜兰早起真好天，高温挂局部会小风，伫三星测到37度的高温，民众伫室内拢感觉真敖热。很热啊，就是室内大概都33度左右。开冷气啊，我当袂动的。即马卡洛风台我对北边去，向琉球的方向行。气象局伫拜五解除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。不过伫季风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之下，中南部山区持续落大水雨。24点钟内，南投仁爱乡的雨是落无歇，部分地区要到700毫米。嘉义阿里山甲德家累积的雨量嘛超过350毫米。气象局发布雨雨特报，提醒南投可能会有超磅的大水雨。嘉义甲高雄是要注意会有大水雨。明天的白天以及晚间，可以看到中南部这一带持续性的都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。主要的热区呢是分布在台中南投的山区，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嘉义以南到屏东的山区。卡洛风台离开台湾，也那日本东边的海面，阁有热带扰动咧发展，上紧可能会伫礼拜到拜一发展做今年的第7号风台兰温。不过路线会向日本关东行，对台湾暂时是无影响。2、3天后，就是可能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还会再有新的热带扰动。按照目前整个预报的高压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，它应该是会往这个日本附近移动，离台湾应该是蛮远的。天气分析师提醒，卡洛风台可能伫这个拜6礼拜，搁一个影响日本 Okinawa。也那第7号风台若是形成，可能会伫后礼拜3了后影响日本的关东地区。最近若要去旅游的民众，都要注意风台上新的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